那你干嘛这样？我们是恋人，我们之间的付出应该是要互相对等的。如果我太过于依赖你的话，我们就会失去这种对等关系。我知道我这样一点都不可爱，既固执又荒唐，但是，请你接受这样的我。还有啊，你愿意为我离开家里的这份心意，我非常感动，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。所以呢For you, for you, 对你毫无保留，什么都说，陪你做梦，从此你不再有寂寞。ang